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8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15节，以赛亚书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选民。我们要再一次的谈到选民，我们必须要澄清的概念是在原文这个选这个字，它是一个被动式。以色列人被上帝主动的挑选，以色列人呢，他们并不具有任何合格的条件，但是上帝却挑选了他们。从挑选呼召亚伯拉罕的事件来看，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与慈爱。亚伯拉罕他75岁蒙召，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所以就人数来说，他完全没有条件。上帝要建立的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能够影响世界、使人蒙福的人的民族以及国家。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我们可以从上帝赐给亚伯拉罕还有雅各的应许、后裔、土地这2个角度来看，他真的是不符合资格。即便是雅各他们全家后来70个人都移民到了埃及，那也是属于非常少数啊。而且呢，兄弟之间呢，还因为嫉妒，哥哥卖了约瑟。选民真的不是因为哪个人的能力有多好，因此就被上帝所选择。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但是以色列我的仆人啊，雅各我所拣选的子民啊，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从天涯海角把你带来，我从遥远的角落呼唤你，我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没有遗弃你，我拣选了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上帝，你还怕什么呢？我要使你坚强，要帮助你，我要保护你，要拯救你。上帝拣选了雅各，我们说的以色列人，是为了要保守他们。上帝也借着先知的话，就告诉了以色列人，不用怕，因为上帝必然随时与他们同在。上帝他并不是要拣选所谓人眼中看为优良或是优秀的人来跟随他、服侍他。上帝要选择的通常是那一些需要恩典、能够知道感恩、愿意顺服的人来成为他的仆人。耶稣基督拣选彼得他们这些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知道里面有人是捕鱼的，也有人是犹太人眼中看为是罪人的税吏，这当中也有人出卖了耶稣，也有人否认了他，甚至耶稣基督在受定的时候呢，其他的门徒却选择到处流窜。
保罗他自己也曾经是逼迫基督教会以及基督徒的人，但是圣灵却是在他预备前往大马色去迫害基督徒的路上拣选了他。我们再一次强调，上帝拣选人并不一定会是因为人做得很好，或是他很优秀，因为通常那些很优秀的人就非常容易在自己的成就上面去迷失了自己。例如犹大，他以前就是在管钱财的人，可是他却败在受不了钱财的诱惑而失败了。保罗虽然曾经是出于名门，但他也曾经自以为是。当他被圣灵的光照之后，因为瞎眼，就失去了人基本的生活能力。当他得到上帝的医治，再一次爬起来之后，他改变了，他就全然的谦卑主前，成为了上帝眼中的忠心仆人。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这样提到，他说：“这就是说，从自然的生育过程所生的，并非就是上帝的儿女，唯有从上帝的应许所生的，才算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的应许是这样子说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要回来，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不但这样，利百加的2个儿子都是从同一个父亲，就是我们的祖先以撒所生。然而，为了要表示他确实根据自己旨意拣选了其中一个儿子，上帝对利百加说：那大儿子将来要服侍小儿子。当上帝说这话的时候，他们2个还没出生，还没有行善或是作恶，可见上帝拣选是出于自己的旨意，跟他们的行为没有关系。正像圣经所说：我爱雅各胜过爱以扫。从血缘而生的，并不一定是上帝所要拣选的。简单的来论，就是说，上帝在2个当中，或许上帝只挑选了一个选民。例如刚刚所说的雅各跟以扫，因为以扫看尽了长子的名分，就更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上帝的应许与赐福。因此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得非常明白，只有蒙应许的才是上帝所拣选的。福音书记载施洗约翰的话，他这样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福音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施洗约翰的话与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提醒意思是相同的。上帝所拣选应许的人，并不是从血缘来考虑的。领受了上帝的呼召，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应当在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见证我们是蒙恩
得呼召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像以扫一样看清了上帝的应许跟呼召，更不要如同犹大一样受不了世俗欲望的诱惑。求主帮助我们坚持在受呼召的旨意上，愿意持守并且委身让主所使用。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上主啊，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声，求你垂听我的哀求，垂听我诚心的祷告，愿你宣判我无罪，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直，你知道我的内心，你夜里来查看我，你彻底考验了我，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我顺从你的命令，不走暴徒的路，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从来没有偏离。上帝啊，我求告你，因为你必答应我。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我依靠你，就能躲避仇敌，因为我正直，我得以朝见你。我醒了的时候，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感谢上帝赐下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蒙福，也能够蒙呼召成为主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能够持守主的旨意以及命令，愿意委身来服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